summer， 雨季才掉的在树米有啦，进来进到嘅，太高分起嘅沙沙，做本意强用，根本意没强用，有时有你爱记得上面快乐。 节目一开始是由了讲的歌声，老大家问好哦。大家好，我是 Rita 林玉婷，分享大家收看福气来嘞。今日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新生台的创作歌手王怡涵，来同大家分享佢最新的作品，邀请大家共下来听哦。来朋友，怡涵，怡涵你好。大家好，我是怡涵，我是龙潭人。大家好，我是怡涵，我是来自龙潭的一个乡下的淳朴小女孩。对，哎，家堂儿从也有时有年哈，唔记个上一文人哈，就问大家，希望大家因你就做的可以用手面咯，就可以使用安尼哈，也係你最新的創作係嘛？錯，對，這是我最新釋出的創作。哦，對，也聽起來伊有陽光的感覺，伊少年的感覺，同大家分享一下，你這首歌曲在寫乜嘅呢？其實這首歌曲比較特別，它有2種語言，就是前半的時候是客語，然後到副歌的段落是印尼文。然後這首歌它是在寫說我對於我自己印象中的家鄉、故鄉的記憶。然後因為爸爸是台灣客家人，然後媽媽是印尼華僑，所以小時候其實有分別在2種不一樣的土地上生長過。對，然後我覺得用2種語言去聯繫我對於故鄉的記憶或是感受，這樣子。對，所以也想讓大家就是知道2種不同的文化，所以這首歌才選擇用2種語言去寫，這樣子。嗰首你這首歌其實重點就係寫你嘅家鄉，寫台灣咩寫印尼。你細時就有啲印尼台哦？有，但是我都是可能回去大概兩三個禮拜的那種，對，因為越長越大之後要上課，對，所以就沒有辦法在印尼待這麼久，這樣子，對。嗰時候你嘅爸爸係台灣嘅客家人，媽媽係印尼嘅華僑嗎？對，華僑。哦，你妹會講客家話嗎？阿梅現在的客家話比我好太多了，因為家都客家種的嘛。對啊，但是台語也很厲害，對，就是他的腔調完全聽不出來，就是不覺得他好像不是台灣人，以前這樣子，對。今日啊，下個嘅時間講2種語言，細細啲兩談台，嗰時候會講客家話，好，嗰日下因為帶啲台北長久嘅係冇？錯。就是客家話有點生疏了，對，因為比較沒有人可以跟我對話，這樣子。啊，你下個嘅時間呢？你嘅客家話同埋印尼文，你會問乜嘢？客家話的話會問我身邊會講客家話的朋友，或者是老師，曾經教導過我客家話的老師們，對，然後或者是各個前輩。對，像這次歌曲有跟子軒老師合作，所以過程中也會詢問他關於客語的一些發音這樣子。對，然後印尼文的話，因為剛剛有提到媽媽的印尼文有點生疏了，因為冇帶啲印尼，點到佢嘅客家話，還有中文較好。對，今年問乜嘢？問舅舅，今年帶啲台灣嗎？係啊。現在也是台灣人了，對。然後因為他比較常回去印尼，所以他比較流利，所以我就會問他我自己對於印尼文的一些印象，就問他說，這句話是這樣說嗎？他就會打那個羅馬拼音給我看，這樣。啊，你節目當中家創嘅歌詞地圖哈有幾句嘅，你就教較簡單，比如講地圖有講到愛愛你係冇？愛愛你，愛上你安尼。
应该爱爱你印尼文安怎会讲？ Aku cinta kamu。 阿姑亲大干姆，对。个爱黑嘛个 Aku。 阿姑，各位 Aku cinta 是爱，真的，然后kamu的话，kamu就是你，就是我爱你这样，对。然后它其实有很多种表达意思，对。然后我写的这句话用kamu，那有些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种口语式的，对，所以Aku cinta kamu， 对，有点像韩文哎，真的有点像吗？因为真的，对，cinta kamu 这样子，真的kamu。然后我想念你，就是我跟你一样，就是想不一样。Aku kamu， Aku rindu kamu， 对，很好玩呢。我想你这样子，对，我真神奇。你这个就同时继续学雅嘅母语。因为我觉得学新的语言感觉像踏入一个新的世界一样。真嘅，韩国嘅语感冇强用哈。下狗的时间，你们知道用2种语言下会较困难吗？真的是蛮困难的，因为2种发音其实完全不一样。对，然后音节啊，然后它的字也是，一个是中文字嘛，然后一个是用罗马拼音拼出来的字，所以有时候发音的时候就会想说，我有时候会转不过来。可能在写歌的时候，或者是我在唱的时候，就会舌头会打结。真嘅。对，挺经练哈。不过我刚刚讲到有啲嘅前辈啊，人朋友啊，會本地意見，有一個同學嘅語言，咩係青苔鹽分啦，然後黃子賢佢咩嘅創作歌手嘛哈，之前佢兩對 KKBOX 嘅合作係，你有嘅語言咯。这个机会其实是在去年比政大金选奖的时候得到的奖项，然后过3个月之后，他们就通知我说，这个活动计划要开始了，然后他们会帮学生团找相对应的导师，他来指导，对，然后刚好就是跟我对到就是子轩老师这样子，对，然后刚好我们在前一天就是也有聊到说，就是子轩老师觉得我的作品可以往客语这个方向去结合，对，然后没想到过1天之后，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可以一起合作，太有缘了哈。对，没错。就王志贤，韩國有嘅朋友 DJ Theory， 对，佢哋係印尼嘅人。因为就想说这首创作有客语跟印尼文的，就是字在，那就想说，那干脆乐手我们也来找个很厉害的印尼乐手一起来，对，所以就找到了 DJ Theory 这样。对，當到因為子軒佢自家嘅創作沒有按呢個部分咯。你一下自家開始做你自家嘅作品咧，就一個你現在開始有個募資的計劃，會發新嘅東西，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嗎？募資計劃呢，其實它簡單來說，它其實有點像是預購的概念，因為就是募資下面我們會有回饋，然後就是可能贊助的金額。就是里面會有設定，那你可能贊助這一筆金額，那得到的回饋品就是我的一張專輯，或者是有專場的票券這樣子。對，然後其實這個東西就是我想先讓大家知道說我現在要做的作品，然後以及未來的走向這樣子。對，然後也讓大家知道說，就是我要發行我的首張的客家專輯這樣子。對，要不要做埋會想要用募資嘅方式？因為就是我本身就是獨立製作的部分，沒有就是沒有跟公司一起合作，所以其實在某些就是運作上面其實比較困難一點，對，但是也同時希望讓大家知道說，我現在有在做這件事情，對，所以就用募資這個計劃來告訴大家，裡面有很多很詳細我對於這張專輯的一些概念，對，然後還有一些小影片，所以就是大家可以上那個有一個網站叫 Flying Bee， 它是一個募資平台，然後裡面搜尋我的名字黃宇涵，就會看到我的募資的相關的消息，這樣子，同時也可以在我的粉專上面搜尋我的名字，還有 IG 也都會有類似的資訊。嗰時要擺嘅募資，希望大家都嚟參與，也希望大家透過這個募資，看到原來王宇涵開始愛做專輯嘅，
对。我相信咧，青岛朋友哦，看到安尼个资讯，会讲哦，原来以后开始做自己家嘅音乐咯。到底音乐地图佢讲有样片啦，有青岛嘅概念啦，我讲到乜嘅呢？等下节目倒轉來，將邀請你同大家好好分享。韓國當然等下繼續邀請伊涵來唱一首你新嘅專輯嘅歌曲哦，好冇？一下當你留言咩錯冇？好，对。哦，一下懂得留言，今日節目就會幫大家搶先聽咯。一下邀請大家先聊一下繼續轉到嘅福氣來嘅。大家到福氣來嘅，今半夜來到節目當中嘅來賓就係創作歌手王以涵。以涵哈佢嘅新嘅想法，邀請大家共下來支持哦。就係佢嘅募資計劃，佢嘅第一張創作嘅專輯要出嚟，很多有時有嘢。唔過一下當啲準備，就故說邀請大家共下來認識佢，係個最後就做得共下來支持佢，然後就係聽得到、看得到佢嘅專輯出版咯。再次來歡迎以涵。大家好，我係以涵。以涵新嘅專輯吧，聽咗有時有嘢哦，就係冇意義。我想有青島嘅想法要同大家分享，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專輯嘅理念係乜嘅，想要講乜故事咧？就是我在大學的時候就已經在外縣市求學，然後有時候到半夜的時候就會想家，對，然後其實時間久就會覺得說，我真的好想要回家，這樣子，好想要回故鄉看看，這樣。所以這首歌是在告訴自己說，雖然說現在可能未來還有很多年需要在異鄉打拼，但是最終某一天，總有一天我還是會回到我自己的故鄉，就是回歸最原生的我，這樣子。你係個專去龍潭嗎？對，或者是我覺得舒適的地方，這樣子。對。係啊，嗰時候一種專輯比較了解有青態嘅關係，不卡。然後因為可能自己本身有非常多的遇到非常多挫折，對，所以歌曲當中有很多是我覺得不僅是療癒到我自己，我覺得我也需要療癒跟我一樣的朋友，這樣子。對，講到挫折係嗎？對，挫折。就是同大家朋友，你遇到某個挫折，你講出來，問大家讓你想一下。挫折就是一開始可能在高中的時候想要考的大學科系，其實不是現在讀的，就是財經相關的科系。我想要往藝術方面的科系發展，但是因為考不到，對，然後過程當中也錯失掉非常多機會。然後後來上了大學之後，就覺得說，那我就利用課餘的時間去做我想做的事情，然後很努力的，因為畢竟自己不是就是學科出來的，所以在自己練習或者在摸索的過程中，就比別人走了更大，就是繞了一個更大的圈。對，所以就是在過程中就遇到很多自己有時候不知道該怎麼辦，或者是不知道未來的自己能不能做得好，這樣子。對，一種在自我調節，然後可能在疑惑自己的未來的過程中，然後寫出了這些歌，這樣子。對，你是講你從高中開始你就當想要做藝術，哪一方面？做音樂嗎？國中不是。國中時期是舞蹈哦，想會跳舞。對，你從小有跳舞嗎？有，從5歲到15歲學了10年，但是因為受傷太嚴重，對，然後醫生就說建議我不要再繼續跳，所以就舞蹈生涯就中斷這樣。然後後來到高中的時候就誤打誤撞接觸了吉他，然後跟彈唱這樣子，對，然後到大學呢就更確定這一條路，所以就往音樂方面走。想會做音樂，然後你下草地呀，就會講，你正在夢想的路上，對，越來越挖圈嘞，就很辛苦，但是就是會用盡全力的去做。係啊，我相信做得成功，因為你要做，就會向前進嘛。講一下同大家分享你有新嘅專輯唄，咪繼續問大家講一種專輯。你嘅音樂嘅風格啊，也係講大家會看到樣嘅以涵。
这张专辑很特别，就是我自己以前本身走的曲风都是民谣，因为我都是艺人弹唱风格，对，民谣清新这样子。然后这次跟制作人一起合作，我们就融入了新的关于电子民谣这一块的曲风，对，然后会蛮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好，刚刚讲到天字民谣哈，民谣就是讲大家也看到嘅，自己抱着一把吉他自己弹唱。或者很干净，就是只有你的声音跟吉他。刚讲到天字民谣，所以这个一定有电子的配器在底度，也係講佢嘅節奏較無汹湧，係嘛？比較重，對，較重，對，跟以前的可能跟以前表演的呈現樣子會不一樣，這樣子。哦，安尼，你看到咩？安尼乾乾淨淨的雨涵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睇下做的先看，佢嘅募資計劃也講，佢自家嘅粉絲專頁去有的樣片，那就開始有新專輯的這個大概有按你個咪偷出來了，係嗎？对，但是大部分我們專輯的裡面的風格，我們都還沒有對外公開，這樣，對，想給大家一個驚喜。就當神秘就抽嘅啦，哈！而家大家看到係王以涵，哈，新專輯咧會看到2.0嘅王以涵，跟我也出邀請以涵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很多愛到嘅想法，哈。以前可能大家有聽到，參加 KKBOX 森林之王，呢度有唱歌，哈，唔過今日本大家聽到係2.0版本。的，先來談，等下同大家來講一下也嘅故事，好嗎？來唱。簡單是一種選擇，不簡單是一種才能。從容又充實的生活是一種傷痕，有些難不在樹林間，要往遼闊的天邊，拋開瑣碎人生，任它流淌，回歸純粹的原神。單純快樂給天空平衡給，想象中的生活不就是這樣？一點聽也好，從不給不好，用心去感受人生的真，要丟給散發。有些漫步在樹林間，要往遼闊的天邊，拋開瑣碎人生，任它流淌，回歸純粹的原神。單純快樂給天空平衡給，想象中的生活不就是這樣？一點聽也好，從不給不好，用心去感受人。愛到嘅想法，大家有聽到嗎？無共樣嘛，呢度沒有兩種語言，華語同客家話。一首歌曲，嗰當時以前來到節目當中，沒有唱過係全部客語嘅。係，個《森林之王》你出嚟唱廿個版本嘛？嗰當時嘅有一個算係評審，也係導師嗬，係 Ella，佢係南部嘅客家人，就講叫唱客家話，就有發覺啊，嗰時候用唔有按你嘅想法講，我變做係有兩個語言嘅版本咧。
因为原来那个版本呢，比较像是我在写小时候我在客家庄的生活。对，然后小时候我就对于客家庄办很多活动啊，然后比如说桐花季啊，然后你细时节就有桐花季？有，小时候有去表演，就是什么某一年的什么桐花季，然后可能国小或是国中，然后我们就会去。出队去演出这样子，对，所以小时候对那个办一些活动印象很深刻，所以整首歌是在写小时候生活，然后以及对于那种客家庄活动的印象这样子，对。然后中文版呢就比较像是在诉说长大后的我对于我自己的生活应该是想要怎么过，然后以及我未来能够怎么过这样子，对，对，像我觉得，生活如果能够过得很简单，当然是很好，就是很舒适。但如果你能过得很不简单，代表是一种才能。对，就是很非凡这样子。对，所以这首歌是在期望自己未来的生活能够过得简单又不简单这样子。按动有想法吧哈。同层嘅期待，故说啲有时因为啲都我相信做啲谈到佢有青岛嘅故事，有当上嘅同大家分享嘅话，当然啦，今日嚟到呀吼，大家想人讲创作歌手，除係一家寫歌啦，可能咩一家彈啦吼，人講侬創作，啲都敢有哪一首歌曲，也講目前為止，你知道最有靈感寫最佳嘅歌曲，就係本七家，本七家，錯，對，因為是第一首，然後。那時候是在很難過的情況下寫，鼓勵自己，係冇對自己講話，我要加油，要講我不用講我自己，我本來自己按聽，係冇。對，那時候只是想寫而已，對，沒有說我一定要為了什麼而寫出來這首歌，所以它的過程中就算是我在抒發，然後寫到最後覺得不行，應該要振作了，對，所以就是寫得很快這樣子。我知道真嘅有人講吼，可能遇到困難嘅時節，有挑戰嘅時節，係你成長一家嘅時節，我說下個咩安尼吼，鼓勵自己嘅時節啦吼，當成期。等下節目到陣啦，後繼續來談以涵來分享佢嘅心肝度嘅故事哦。大家轉到福氣來咧，嘿，又到咧，倆單元問你愛問你答，你上來參加根本一個來賓哦，王怡翰，到底你知道重要嘅音樂人係嘛生？徐佳瑩。有咩講？從他比超級星光大道的時候，那時候對他唱自己的創作歌曲非常有印象，而且他有提到說，他其實會的和弦不多，可能只有8、9個。但是可以寫很多很多的歌，所以我就覺得他很厲害。我咪以後彈幾場嘅，我不是一定要你回來，好彈吼。當然，今日吼，來到節目當中就同大家分享你最新嘅作品，也係講希望大家向下來支持嘅。希望自家讓我本人看到嘛，有安尼嘅想法，你知道安樣會做，因為剛剛講到，你真係遇到自己覺得很多的挑戰，可能有青島大嘅物嘅，唔講你還能一路行到呀，今日做啲呀，你知道自家係樣會努力嘅。我覺得最大的努力應該是我自己去報了很多個比賽。對，因為上了大學之後，其實沒有什麼，身邊沒有什麼資源，然後也沒有什麼可以表演的舞台。然後那時候就想說，我可以怎麼樣去練習這些去戰勝這些我對於舞台的懼怕，這樣。本來係不當講嘅。對，因為很少去上過這種舞台，就台下大家都盯着你看的那種。對，然後就覺得說，應該要多去嘗試。然後就無意之間有一個朋友就丟訊息跟我說，有這種大專院校的比賽可以去比，這樣子。對，所以大學4年期間基本上都在比賽。哇，很精彩。對，按你比4年，你算經驗青島了呢？就是很多，大概40、50場跑不掉。對。然後，但是因為以前真的是太膽小了，所以前面可能有30、40場都是沒有結果的。
或者是没有进决赛这样子，对。然后但是在过程中，我还是会一直去观摩，就是例如说得奖的朋友，或者是很厉害的朋友，他们的舞台风格是怎么样，然后以及对于台风的展现是怎么样，对。所以在过程中其实吸收了蛮多，然后我也想着说，哎，我尽量去调整心态，不要觉得它是比赛，应该觉得自己在巡回演出这样子，对，就可能这半年，然后我可能报了很多个学校，那我可能就是全台跑透透这样子，很認真哦，一般唔種辛苦你，因為係最好嘅磨練啊。有一個你要勇氣，唔可以講100、200失敗，嚇，我就冇買結果，我就不用去咧，啊，你就輕打鬆啊。講完也做到件嗬，太後尾畢業嘅，我開始有自家嘅作品咧嗬，不卡人有嘛嘅支持啦，也反對啦，大家有冇想法？會同我講嗎？他們其實蠻支持的，對，因為在大學期間，其實他們不太知道我在做什麼，對，然後直到我後面可能就是去比了森林之王，然後去比了農業大旅團，然後他們就慢慢知道說，哦，原來我是在唱歌啊，哦，原來藝妹最後嘅就係唱歌，對，在寫歌啊，這樣子，對，然後他們就是從默默的不干預到後面都會全力支持我這樣子。因為你去參加比賽嘅時節，也係講你上節目記得會來到現場，係嗎？冇，就是他們會看，因為以前他們可能不會，就哦你有去 ，OK 知道而已，但是就沒有去看表演或者是看節目這樣子。也係全力支持你去抽嘅。抽，對。哇！安尼夠幸福呢，生來安尼有人支持，尤其係你愛嘅人、屋企人嘅支持，你就會吃到非常感動，係那有力量嚟，錯冇？錯。係啊，嘅都見呢，尤其一下最近應該無限出啲無限專輯，錯冇？對。係啊，一下陸東陽誒做到乜嘅長途誒？目前呢專輯都已經在排程當中，然後還有一些作品可能會在調整這樣子，對。然後如果說作品完整度的話，大概還有20%到15%還沒確定這樣子，對。但是就一直都在錄製當中，對。按你講起來，差唔多60%以上係已完成嘅，對，動確定已確定完成嘅，然後經常都也還好，有冇知道挺困難呢？我覺得因為是錄客語專輯，所以對於歌詞這一塊，除了寫歌詞以外，然後還有咬字發音，我覺得也是很困難的地方。然後再來就是因為就是我們是獨立製作，所以其實有很多事情都是自己來自己嘗試這樣，對。所以在錄音的過程中，可能就除了要好好唱歌以外，可能還要兼顧其他很多東西這樣子，對。所以其實在製作的過程中，其實蠻身心疲勞的，對。也就係愛做創作，嗬，也係講獨立製作，無論係做乜語言，所以也係一個同好嘅磨練啊，每一個挑戰。因為你之前就講你是從安尼嘅參加比賽，也對你來講，你的彈性就會被擴張了。嗰一下來做一個專輯，哇，你會很有感覺，因為你會知道輕辛苦。不過那個收穫確實很甜美，因為你就做得去克服，就做得完成嘛。好，也係呢募資計劃懂得進行，談講嘅年代聽抽不出，無論募資嘅進度用嘅係冇？錯，對。好，也係一直都 nice， 大家做得來支持。專輯目前預定發行是在11月底，然後12月初的時候會有我的專輯發行的專場演出。對，然後這是確定的。然後，在我自己的平台，就是像是我的個人粉專，然後 IG，然後還有我的 YouTube， 然後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平台叫做 Street Voice 街聲，然後它是很多就是音樂人都可以自己放自己作品上去給大家聽，這樣子。對，所以我的作品都會，其實是以前的作品。就做在堂喺度，對，比較小清新的作品在上面。那意思就講，係講你嘅募資就都專輯出以前都做得來支持就錯嘅。錯對。哦，好啊。一擺其實有一個特殊嘅年會，就係講講到獨立嘅製作嘛，嗬。一擺當當於邀請一個製作人，因為製作人呢，你係非常喜歡佢，當去邀請佢嘅，錯嘛？其實他是我朋友。哦，佢係你嘅好朋友。對。
然后那时候就是有跟他聊天，然后他刚好有听到我对于我未来想做的作品，然后他觉得就是可行，所以他就说那我们一起来完成这张作品这样子。佢出咗你嘅自中意，对，佢希望你攞嚟睇成功出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关注，就是它是天意旗下的新的组合，叫做 Vase and Hazy。然后他们在去年的时候也有发了一张自己的专辑，所以其实他本身是艺人，然后也是制作人兼编曲师这样子。对，他叫林奕琪。嗰首記得唔傾下來教嗬，好朋友合作起來，又知道特別順冇，又係講有乜嘅想法冇強用愛特別溝通嘅嘛。其实沟通蛮顺利的，因为平常就是都是一起共事，对，然后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其实蛮没有任何的沟通障碍，对，所以其实在完成作品的速度其实蛮快的。对，嗰首你用啥嘅音樂嘅理念係親合嘅？理念有點不同，但是我們在溝通過程中其實蠻快就達到一個共識，這樣。用係冇強用，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民謠，然後他是電子樂。所以這次才會想說，融合一個電子民謠如何？你邊先好啊，超有嘅突破嗬。劉無強跟人合作，超不有新嘅火花。好啊，真嘅非常嘅祝福。每當歡喜看到客家嘅後生嗬，越來越多人來投入呢客家母語嘅創作，同佢哋嘅夢想實現出來嗬。我想前面我邀請以涵同大家用一句話要也係講一段話。同大家推薦你嘅專輯。我的專輯呢，希望在你開心的時候感到溫暖，在你不開心的時候感到療癒。這是一張溫暖，然後可以撫慰人心的一張作品。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未來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難，都能夠回歸自我，回歸最原生的自己。對，這是有時有你這張作品想要傳達給大家的理念。對，哇，很讚哦！感謝以涵今日同大家來分享，咩祝福你哦！咩祝福所有嘅朋友，大家呢有時有你都做得達到你心肝度嘅理想哦！感謝大家今日嘅收看，邀請大家等下繼續聽先生來做運動了，張來了。